当然妈妈是对我们很好，妈妈就是一个追求真善美的人，就是妈妈就是我觉得她的人生中摸给搞这两个字，就是她觉得对于要去计较很多事情，她是觉得没有必要的，所以她给我的观念其实不是教我要怎么样工作啊，怎么样赚钱啊，怎么样读书，她反而是让我讲摸给搞，然后她觉得最常听伊讲的一句话就是讲吃亏就是占便宜。哦，她从小就让我讲这句话。你讲在到你的时间在长地哦，你句法还蛮意思，用途还得怎么改，就是我现在才能去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并且觉得这句话真的还蛮不错的。可是你用在你的生活工作，你也是按那个态度哦？我觉得算是就是动到时间该吃到眼前的吃亏并不是吃亏。我觉得现在的看法是这样，就是有时候可能会多做一点事情啊，然后可能会挨骂一下，可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可以换来更多更长远的一些对自己的帮助。我觉得你要扛很安用。你喺學時嘅時節，嘅2年啊，應該遇到幾多嘅困難。不過你就係唔會想到媽媽安尼講。我覺得是就是爸爸媽媽不應該支持黑動豆不管是心靈上或者是實際上的支持，那就是都走得不應該度過給他時間。而且學時應該有很多吃虧的時候吧？一定的，對啊。可是我覺得不會，因為我覺得第一個是剛剛講的，就是爸爸媽媽的支持；第二個就是我真的很熱愛這個工作，到現在我都覺得我還是當然，比如說早上起床要去上班的時候，都會有一個想要賴床病，可是我都會問自己說，你到底是想要睡覺賴床，還是討厭這個工作？我最後還是心裡都會選擇，我應該是想要賴床，我還是蠻想去走那條路對。